财政部公布，去年查到违法的私酒超过51万粒，有金门县的议员昨日议会质询嘛怀疑讲中国假的金门高粱酒，议员现场请酒厂的人来试啉嘛，伊嘛啉袂出来。那么香的，要半杯酒。很像应该是假的，很像就假的。提出高粱酒爱金门酒厂官员现场饮看卖，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金门高粱酒？金门县机关利用省级备伫金门县议会质询的时阵，当场提出市场疑似中国工厂咧包装金酒的相片，怀疑中国假金酒拢伫市面上咧卖，就连金门酒厂官员家己拢戆戆分不清楚。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，真的。本席是讲3瓶都是仿冒酒，你说3瓶都是真的？根据财政部公布上新数的分酒杂志汇报资料，去年112年伫相关部会、地方政府通力合作之下，总共查到违规分品1747万外包，酒类数量高达51万外公升，市价总价值有8.59亿。为防止不肖业者用假酒进入市面，金门酒厂特别伫酒干挂架酒标设计防伪辨识。铝盖上面它有隐性的隐藏字体 KKL， 透过防伪验钞灯就可以照射出来。另外，财政部国库署也提醒，依照分酒管理法，违反私酒的人，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爱并科20万以上1000万以下罚金。民众千万唔通行歪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